把吉他在手，就是创作歌手黄连玉的灵魂。那一会从客家山歌。老师说我爱唱客家山歌，我做得从本爱唐某。当然做对啦。老师愿意唱给我们听哦。对啊，我唱一首叫《初一朝》的，好吗？来。初一朝。唱起歌来自信潇洒，很难想象资深如他却极度抗拒舞台。高反差的矛盾性格，常让黄连玉在进退之间拉扯摆荡。所以有时候就会告诉我自己说，我是一个歌手，我不是一个创作者。可能我不是那么满意我自己吧，我不是那么爱我自己吧，可能会有这种成分在啦。是这样的自我要求，让他在完美中挑剔不完美。所以总是人在这里，心在抽离。我反而在台上是觉得很孤独的，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虽然也许旁边有人，或者以前跟森哥一起，我还是觉得我很孤独。我反而觉得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很踏实。不画地自限，不受主流约束，在时空平台上尽情挥洒。其实他在追求的是种简单。因为做音乐是很幸福的事情啊，你有些东西没有做，是很可惜。不过我会把它弄得比较更清楚一点。比方说，原来黄连玉是这样子的。黄连玉认为音乐是最好的沟通语言，不用过多词汇证明自己。很多人喜欢透过别人的掌声来肯定自己，而黄连玉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其实只有知道自己的能与不能，真实的肯定自己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以爱唱客家山歌，唔做得唱本爱唐某。我以爱唱客家山歌，唔做得唱本爱唐某。